做一届饼遮尔济加纸，上届无毛几千只的，到底这个加纸是为倒位来的呢？这种的加纸是专门咧，互宠物鱼甲白糖类所食的迄种樱桃红加纸，水族馆有咧卖。警方讲，看来这个嫌犯早就有计划咯，因为这个台北市甲新北市有卖少间水族馆的加纸，早就拢互卖了咯。水族馆阁有樱桃红加纸，这种加纸较细，主要拢是摕来饲鱼啊，或者是爬虫类。蛮给那种小型的红龙、变色龙啊、手工啊、蜥蜴那些，3公分左右的，大概100块会有300只。原本应该互当作饲料的加纸，即马煞变做报仇的工具。警方表示，嫌犯早就有拍算，因为双北市有卖招水族馆卖樱桃红加纸，早就卖了。其实安尼的手法毋是头一摆，过去就捌发生过有偷窃集团讨无钱，总入去店内甲藏好的白色塑胶桶啊，对头家身躯顶破。原来内底有100-200只加纸，惊到店内民众四界撞。有人会拿那个蟑螂去丢店家这样子去讨债，这样就是一次买很多这样子。不过，安尼行为虽然无直接伤害被害人，不过同款属于恐吓行为，同款拢犯恐吓罪，拢总爱依法上班。